Hello， 歡迎大家翻嚟我 channel 啦。今次講英超聯嘅賽事。1月31號晚上夜晚11點鐘，列斯聯主場迎戰阿仙奴啊。咁上個禮拜咧，阿仙奴就輸咗俾曼聯3-2之後咧，就瘋狂俾人哋留言話我哋啦。嗱，老實講句啊，我睇咗咁多年波咧，你哋講乜對於我嚟講咧，都冇乜感覺噶。我咧就唔會刪你哋任何一句嘅留言嘅，因為咧我就崇尚呢個咧 freedom speech 嘅。咁但係咧，希望你嘅留言嘅時候咧有兩樣嘢，第一咧就尊重下別人，第二樣嘢咧就係唔好留粗口。因為咧我有睇 analytics 咧，我知道咧有入屋有細路仔睇嘅，咁希望留言嘅人咧都尊重下睇留言嘅人，唔該大家合作。未講呢場波之前咧，我相信好多阿仙奴嘅球迷咧都會諗啊，過咗半季啦，阿仙奴咧下半季頂唔頂得順咧？因為咧阿仙奴咧過去幾季都係啦，都係後備兵員嘅問題。今年咧季初確實咧就買咗好多人噶啦，要傷要病嘅都試過晒噶啦。而家嚟睇咧，好似都叫頂得順喎。咁我哋睇翻啦，之前咧22-23年啦，沙利巴咧因為背傷咧就缺席最後11場賽事啦。期間阿仙奴咧只係贏得5場賽事，爭標嘅形勢咧就急轉直下啦。到咗23-24年啦，疲勞嘅問題咧亦都早早浮現出嚟啦。阿仙奴咧係2023年10月9號至到10月31號期間咧，5場聯賽中咧只能贏得1場啫，最終咧亦都為成個球季咧付出咗代價。咁至於上一季啦，沙卡咧就缺陣咗13場啊，以及奧迪加特啦，亦都缺陣咗8場，因為傷患問題，同樣亦都係咧影響咗成隊波嘅表現啊。今季季初咧就買咗咁多人啦，正好咧就反映出咧佢哋都知道咧球員深度嘅問題。我自己覺得今季阿仙奴有個球員咧都幾全能下嘅，就係添巴，仲有就係賓維特啦，跟住就費奧利以及咧恩卡比奧。呢啲球員咧全部咧都可以咧喺沙利巴同埋加比爾、莫斯基拉缺陣之下咧都可以擔任到中堅嘅角色嘅。咁至於邊路方面啦，馬杜亞基啦同埋托沙亦都咧可以踢到左右兩翼嘅。咁至於9號方面咧，阿仙奴咧今年咧有3條9，3個都係唔同形式嘅，包括約基尼斯啦、耶穌同埋夏維斯。咁至於中場方面咧，正選嘅組合包括有迪肯懷斯啦、奧迪加特啦、蘇比文迪，同埋咧有美連奴啦、艾斯，仲有咧洛加特作為後備嘅支援嘅。而當中亦都有2位球員咧可以向前推啊，成為一個進攻型嘅位置嘅。大衛拉耶啦、蘇比文迪啦、懷斯、添巴、沙卡、沙利巴、加比爾，今季咧出戰咧已經超過 70% 啦。仲有就係咧球隊咧，嗰個年齡分佈啦，普遍都係一個咧青年至到巔峰嘅位置之間嘅。我相信咧而家咧阿仙奴個班底呢個架構啦，相信大家都可以形容佢為一個穩健啦。不過咧最值得一提嘅一樣嘢就係咧，所有出戰過 25% 聯賽上陣嘅球員中咧，只有1位費奧利咧因為肌肉拉傷缺陣嘅啫。點解咁樣講呢？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咧，上一季呢個時候咧，阿仙奴好多球員咧都係肌肉拉傷，跟住去到咧3-4月嘅時候咧都係咁樣。好多時就係因為咧佢哋賽事嘅頻密啊，加上咧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咧，上一季阿仙奴咧嗰啲球員跑動咧係特別犀利嘅。今年咧明顯咧係有啲改善嘅，所以咧你會見到咧肌肉拉傷嘅球員咧係比較少嘅。咁講翻佢嘅陣容先啦。其實咧最近咧2-3不敵曼聯嗰場波裏邊咧，阿迪達咧後備換入咗咧5名幾乎咧係可以踢正選嘅球員嘅，當中3人咧上一季咧曾經喺聯賽正選上陣27場以上嘅。另外嗰2位咧，其中就係美連奴啦，上季上陣咗17場正選。咁至於賓維特嘅上一季都有13場嘅正選。對住曼聯呢場波裏邊咧，正正反映得出咧阿仙奴個陣容深度咧係如何嘅。咁講翻場波先啦。咁當然未講之前，麻煩大家 CLS 未 subscribe 嘅記得 subscribe， 撳埋隔離個鐘掣。咁如果買波嘅朋友可以加入我哋嘅會員頻道啊。我哋嘅會員頻道咧，除咗講英超、歐聯，仲有咧5大聯賽嘅。阿仙奴咧最近6次英超對住列斯聯比賽中全部都贏嘅，總比數20-5。
咁至於另一方面咧，列斯聯咧從未喺英超主場擊敗過咧榜首嘅球隊啊，14場賽事裏邊7和7負啊。咁至於阿仙奴咧喺2023年10月以嚟啊，從未試過2連敗嘅。阿仙奴咧星期六啦作客艾蘭路球場迎戰狀態回升嘅列斯聯啦。目前咧兵工廠咧喺榜首以4分領先，不過咧如果佢哋最近呢幾周咧表現有啲起伏啊，就好似上個禮拜咁啊，戲劇性啊2-3不敵曼聯啦。阿仙奴咧目前咧已經連續3場英超咧未嘗一勝嘅，2和1負啊。自從咧2023年12月以嚟啦，阿仙奴咧未曾試過英超2連敗噶啦。至今仗咧將會嚟一個咧熟悉嘅理想對手，近6次聯賽交手全部都輸嘅列斯聯。總入球20-5啊！呢個亦都係咧阿仙奴咧喺英超歷史上對任何一支球隊咧錄得最長連勝走勢。去年8月咧喺酋長球場啊進行過對賽嘅，當其時咧就5-0大勝列斯聯嘅。阿仙奴咧至今咧有8場喺英超對住列斯聯咧單場攻入4球以上嘅，呢個係成個英超咧歷史中只有咧對愛華頓12次。更多紀錄嘅啫。喺最近6次作客艾蘭路啦，英超嘅比賽裏邊，阿仙奴咧保持不敗嘅，4勝2和，當中咧3場以4-1勝出嘅。雖然阿仙奴咧聯賽氣勢近期有啲停滯啊，但係喺歐洲賽事上咧自然不同啦。雖然阿仙奴英超咧動力近期有所放緩啦，但係咧歐聯賽事裏邊咧情況啱啱相反啦。即使咧阿迪達星期3主場咧迎戰包尾嘅卡拉特啊，佢哋咧作出11個正選變動，阿仙奴咧以3-2小勝對手。呢場勝利咧足以咧令佢哋喺聯賽階段咧保持100% 勝出，8戰8勝，鎖定榜首出線嘅啦。列斯聯上一次咧係阿蘭路擊敗阿仙奴咧，要追溯到咧2000年嘅11月啦。當時咧列斯聯咧同樣啊喺歐聯賽事表現出色，嗰場比賽中咧列斯聯嘅法國球員達哥治咧一個有折射嘅罰球啦，幫列斯聯鎖定勝局1-0。呢一季咧最終一路殺入歐聯最高級別嘅賽事4強嘅。眨下眼咧時間咧就過咗1/4世紀噶啦。而家咧丹尼爾法卡咧屬下列斯聯近況回勇，佢哋最近10場英超裏邊咧只係輸過1場啫，3勝6和，成功遠離降班區。自12月初以嚟咧，冇任何一支球隊咧喺聯賽個敗數咧比列斯聯少嘅。另外咧，列斯聯咧係最近5場英超主場保持不敗嘅，呢亦都係佢哋2021年3月至5月期間啦6場啊3勝3和以嚟啊喺頂級聯賽中最長主場不敗走勢。不過咁，列斯聯咧從未咧打敗過一項長期存在嘅紀錄啊。佢哋咧從來未試過喺英超主場擊敗過咧當日以榜首身份出戰嘅對手嘅。總共係7和7敗，當中咧裏邊有3場咧，正就係阿仙奴啦。嗰3場波全部都係輸嘅。法卡咧要打破呢個咁嘅數據咧，都有個好消息嘅，就係佢哋威爾斯嘅翼鋒啊，丹尼爾詹士咧傷愈復出。至於後衛啦，古蒙神啊，養傷一段後啦，亦都咧應該可以上陣噶。不過咧，鑑於球隊近期咧狀態理想，列斯聯咧主帥應該咧就唔會有好大嘅陣容改變嘅。咁至於阿仙奴方面咧，喺周中11位都輪換啦，預料今仗派出咧一套同上一場對住曼聯相近嘅正選出現嘅啦。夏維斯最近1年咧首次以正選上陣。喺歐聯嘅賽事裏邊咧，上半場咧45分鐘並且取得入球啊！咁至於咧費奧利咧亦都傷愈復出啦，亦都咧同樣喺歐聯賽事上半場咧有亮相過嘅。咁至於咧陣中啊，迪勤懷斯咧有望喺今場比賽裏邊咧迎來個人第300場英超上陣啊！比賽當日咧懷斯年齡咧就係27歲17日，如果咧成功達標的話，佢將會成為咧英超史上第5位啊年輕完成呢個里程碑嘅球員啦！僅次於朗尼、詹士米拿、加利夫巴利同埋史達寧嘅。列斯聯咧佢上一次咧喺聯賽擊敗阿仙奴咧要數到2000年11月啊嘛，自此之後咧列斯聯咧主場咧對住阿仙奴咧6場聯賽中未嘗一勝，2和4負，而其中咧4場敗仗咧就以1-4告終嘅。今場波咧就好似好簡單咁樣，講都冇咩好講，完全一面倒。究竟有冇暗湧咧？大家不妨留言傾下。
咁至於咧跟尾嗰兩隊咧，即係譬如曼城同埋阿斯頓維拉咧，就咁望落去咧，近期嘅賽事咧，好似阿斯頓維拉咧受惠於賽程嘅，咁啊威脅阿仙奴機會咧仲大過曼城添。咁當然啦，曼城有買咗斯曼尤啦，同埋基爾啊。咁但係維拉咧，其實都有買翻個前鋒翻嚟嘅，就係之前踢車仔嗰位咧艾巴咸。所以我覺得近期咧應該要留意住阿斯頓維拉點樣踢。萬一一個唔覺意咧，俾佢攝咗上嚟咧，艾馬利條友咧一定唔會放過阿仙奴嘅。咁好啦，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先啦。咁啊，希望大家留言傾下，究竟對阿仙奴點樣睇法啊？臨走前記得 CLS 未 subscribe 嘅 subscribe， 撳埋隔離個鐘掣，或者咧加會員頻道支持下我哋嘅，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